大家问千万字，逐工要跟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人咧讲卖茶讲茶芳，卖花讲花红，真侪人拢爱下烧茶。今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就是茶。茶是木本的食物，叶仔外形看起来是长长的鸭卵形，那叶仔外缘有一起一起。花期差不多是逐年秋天，也有寒天。叶仔烘干了后，会当摕来泡水啉，籽会当引油摕来食，是重要的经济作物。其他一寡会当摕来冲、摕来泡的饮料和食品，咱嘛讲是茶。像讲米茶、苦茶、麦仔茶、冬瓜茶，其实拢唔是茶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，咱读做茶壳，就是引油了后剩的泡变做定的，就会当摕来清洁洗物件，和杀蚊有同款的效果。第二个词，咱读做茶壳，简单来讲，就是茶拿，就是满茶人甲茶拌落来了后，用来打茶的竹拿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最近农委会为了要进行农业旅游产业，推出500万张的农游券，实在真好用。会当买茶壳，佫会当买茶米，茶米放入咧茶壳，看起来特别水。鼓励民众来买咱家己生产的农产品，带动农村的在地商机。今日小解这一日茶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